来看教育部最近推出一个台语的语料库，会当互教学个研究来使用，嘛会当使用伫 AI 的语音，佮 ChatGPT 软体的应用哦。学者嘛表示讲，有这个语料库的工具，伫短时间内哦，应该会有愈侪台语相关的应用，是正值得期待。同志，咱会当伫今仔日集会，都要感谢来电甲结所属，互咱举杯互伊身体健康。画面用 AI 模拟人声来做台语配音，互影片内底的蒋渭水会当出声讲话。事实上，要训练 AI 讲台语，爱有丰富的语料库。为着要保存台语的语料，教育部委托阳明交通大学和国教院建立台湾台语语料库，提供予大众使用。其实我想要做的，其实就是做母语教学啦。因为咱母语教学其实问题真大。第一个老师无够，老师真忝嘛。第二个学生学徒以后都无他练习啦。有法度做的就是拄则迄甲ChatGPT 接起来。所以你就会使用台语去问ChatGPT啦。学者指出，目前除了对台语文杂志、人工录音来收资料，未来嘛有打算要收集电视台所做的台语新闻和节目。教育部表示，目前台语的语料库有56000多条的台语语料，未来打算会把文字的语料增加到2000万字，也那口语的部分是增加到3000点钟。面对台湾台语传承的危机，避免珍贵的语文资料流失，有必要记录保留台湾台语的口语文字语料，搜集并建置大型语料库。嘛有台语老师指出，过去民间虽然一直都有在做台语的语料库，但政府总算出面整合，嘛正期待未来台语的多元应用。通过这个来教这个啥，迄个 AI 来教这人来传，甚至伫媒体内底，当来被使用伫迄个课本内底会当通过安尼，较袂感觉讲真生疏歹学。另外，伫咧台语证明议题，教育部嘛已经将原底的闽南语常用词词典证明做台湾台语常用词词典。不过，目前词典的内容也有一部分有关是用闽南语，台语老师嘛建议教育部应当量查修正。记者卢尚如、曾春瑶台北报道。